各位同學，今日會教下大家點樣畫菱形嘅。如果題目提供咗兩條線條，咁我哋可以點做呢？首先睇下題目啦。咁呢度咧預先已經咧有兩條線條啦。咁首先我哋可以擺把間尺喺度，數下呢度咧有幾多條格線嘅，1、2、3。咁啊將把間尺褪上去，下低咧我哋都要有3條格線嘅，1、2、3。咁樣咧，我哋就可以畫到個菱形啦。但如果題目係提供咗一條線條，又或者冇提供線條嘅時候，你可以點做呢？睇睇呢個題目啦。咁題目只係提供咗一條線條嘅啫。咁首先我哋擺把間尺喺度啦，數下呢度有幾多條格線嘅。咁我哋一齊數下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原來呢個位置咧有6條格線嘅，咁我呢度可以加個小記號。咁相對地呢度都要有6條格線啦。咁我哋一齊數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咁我哋可以咧加翻條斜線俾佢，用頭先嘅方法啦，都係數下呢度有幾多條格線嘅，1、2、3、4。咁下低都要有4條格線啦，1、2、3、4。連翻兩條線條就可以畫到一個菱形啦。咁我哋試下畫個細啲嘅菱形啦。咁首先我哋畫一條直線，用頭先嘅方法啦，數一數呢度有幾多條格線嘅，1、2，做個小記號，1、2，呢度有2格，加條直線落去。咁你會發現呢度呢係得1格嘅。咁下面呢，我哋都要有1格啦。畫翻2條直線就可以畫到一個菱形啦。